光電鋼鐵日新兩冬，在麻豆工業區投入45億新台票，建立大型輸電積都靈系統。24日正式正式上夜運轉。台南市副市長蔣靈煌、經濟部能源署副署長陳崇憲也攏出席啟用典禮，見證傳統鋼鐵產業跨足智慧能源的重要一步。請啟動關田鋼鐵80兆瓦大型儲能系統商轉典禮，我們正式營運，正式轉動了。我們去年的經濟成長率大概8.76%，今年第一季、第二季都已經到達10以上的一些規劃，所以在這個所謂的經濟成長的條件底下，我們怎麼樣維持我們電力穩定的一些供應的部分，這個蠻重要的。所以今天的場合，這種所謂的儲能的場合，變成我們蠻重要的一些規劃的部分，怎麼樣維持我們電網的一些韌性的部分，尤其在配合協助國內的一些企業走向一些國際上面的一些想法，我們大力的發展所謂的綠色能源的部分。那同時我們要維持我們所謂的電網的一些穩定。儲能大概基本上是我們蠻重要的一個工具。今天大概80 mega 大概是目前台灣前10名的相關的一些容量的部分。那能源署的部分的話，會繼續來協助相關的一些儲能產業的一些發展。我們光田鋼鐵已經53年了，那一路走過來，光那個鋼鐵的部分可以說是所有產業的一個動力。建築房子任何的部分沒有鋼鐵是沒有辦法完成的，而且現在又轉型到儲能的部分，這個也符合政府我們的政策。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呢，對於4大韌性的部分，包括說全社會防衛韌性這個部分，他非常重視。因為台南市政府也到總統府去演習過好幾次哈，尤其對於電力的穩定的部分，卓榮泰院長他也非常的重視。他對於電力的韌性，還有電力的轉型以及電力的穩定的部分，他是我們政府當時候的現在的政府是非常推動的這個政策。這個投資案是光電鋼鐵創立53年以來上大規模的資本支出，也是公司由傳統鋼鐵製造延伸到智慧能源領域重要里程碑。都靈廠佔地大約3500坪，都靈量達到30.5萬度電，透過快速充放電以及智慧調度，會當佇尖峰用電，也就是電力調度需求時，會當快速反應，協助穩定供電，提升電網調度彈性甲韌性。我們合璧這個變電所是跟南科的變電所對接的，出去之後呢，他把它送到南科，南科再送到 AI 需要的廠商，這些力能到了 AI 的廠商，將來全世界到了歐洲，他們會說，你們台灣到底有沒有用力能所以我們這個就是力能的核心，也就是我們電的核心。光電鋼鐵表示，未來將會持續精進鋼鐵本業，同時拓展智慧能源、節能減碳等新事業，透過民間投資甲跨域合作，為台灣產業升級以及能源轉型注入新的動能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